存款25亿，古董一堆，黄金存了几吨来着？茅台集团10%股份，桃毛集团6%股份，名下6家总规模达到2000亿的私人公司，12栋写字楼，3套四合院，500多套房产。不知不觉，我竟然已经重生了15年。过几天过完生日就40了。当年定下的40岁退休小目标总算完成，没想到人到中年了，还真有点后悔单身了。什么都没有。就你这穷酸条件，别娶别人出来相亲了。第3次了。是大叔，你一个人啊？怎么还被人泼了一身水啊？真是让人心疼。每个跟我相亲的都泼我一杯水，咋的？你要泼我一杯啊？不是吧？你这么帅还要相亲啊？不过你确实是我喜欢的类型，要不当我男朋友吧？我养你，1个月给你5万，你要是把我照顾得好呢，送你一辆跑车。一身盗版名牌，该不会是网上说的那些假名媛吧？跑车哦。跑车？你先把你贷款买的假货的那些钱还清再说吧。我不想跟你废话了，我是来找我爸爸的。等我找到爸爸，高低揍你一顿。哼！我现在就打。哼！喂？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40，林渊。说吧，你怎么会有我的资料？想要钱？是妈妈的日记上看到过你的名字，我就一直在找你，我几乎找遍了所有叫林渊的人，幸好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妈？辛明雅？怎么可能？当时她睡过我之后，人就消失不见了，连责任都不肯负，现在还生了孩子。抱歉，我没空陪你玩。你真的是我爸爸？不信你看，我有证据的。我托你的相亲对象拔了你的头发去做 DNA， 我确认是你的时候，我都兴奋的睡不着觉。还有爸爸，你不觉得我和你长得很像吗？喂？查到了，辛小婉的确是辛明雅的孩子，而且时间跟当年完全对得上。好，我知道了。我凭空多了个孩子？不是3个，我们是3胞胎。那辛明雅不是？那你妈呢？她怎么不过来？我还没原谅她当时的不辞而别。以前上学的时候，我有个舍友的爸爸总开车送他，我当时看到可羡慕了，没想到我终于也能坐上爸爸的车了。妈妈在天有灵的话，看到肯定很开心吧？我应该早点出现的。说什么呢，爸爸？你车在哪儿呢？这是你的车？爸爸，你该不会是什么隐秘的富豪吧？其实我是……哎呀，好了好了，不用说了。爸爸，当司机会不会很辛苦啊？不过偶尔能坐一次这种豪车已经很棒了，没关系的。
走吧，爸爸。算了，也怪我没有从小陪在孩子身边，才让他学坏当什么假名媛。如果现在就展露财富，恐怕会更加放大他的虚荣心。还是慢慢来吧。就在这儿了，爸。这不是我们龙渊集团的房地产吗？我记得这小区的房子虽然老，可地段珍贵，也要好几百万一套。买的房子？哎呀，租的，我们3姐弟合住，就是租金真的太贵了。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这都快10点了，小婉这丫头怎么还没回来？也不接电话。不过最近这段日子真是苦了她了。小杰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这个星期只能由小杰自己走出来了。别动。你头上有东西。那不是小婉吗？那个老人是谁？糟了！下车！混蛋，快下车！你谁啊？你跟我妹在干嘛？姐，这是咱爸。像，太像了。你说他是咱爸？如假包换。爸，嘿嘿，爸，我去叫小杰。没想到在这种老旧小区里面，竟然还有这么温馨的天地，也是难为他们3姐弟了。爸，您先喝点水。小杰，小杰，你快出来看看，谁来了？姐，你说小杰会不会……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爸，小杰几个月前和朋友做生意被人骗了，他女朋友家里面又突然不同意他们结婚，他这几个月都过得浑浑噩噩的，我就怕……我来。姐，我不想活了。你说什么呢你？啊！醒醒！你谁啊？凭什么打我？小杰，不管怎样，他都是我们的爸爸。爸，还不赶快跟爸道歉？你已经长大了，以后不能再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了。大姐，二姐，你们是不是疯了？我们找了爸找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都没找到，也许他早就放弃我们了。现在这个就是个骗子，不管你惦记我们家什么，赶紧滚！
小杰，再怎么说他也是咱们爸。这 DNA， 他是我亲自找回来的爸。他估计很难相信，毕竟我也是刚知道我还有孩子。你还想当废柴吗？你是在管我吗？我还有几十万外债没还呢，要不你一起替我还了？说不定这样，我管你叫一声爸。不就是女人跟钱吗？你至于吗？如果你妈还在的话，不许提我妈！你不配！小杰，爸，你消消气。其实小杰16岁那年和我们分开过。其实小杰16岁那年和我们分开过。自从妈妈走了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名义上的那个外公，其实是个亿万富豪。就因为妈妈未婚先孕，让家族蒙羞，所以他就毫不留情地将妈妈赶出家门，彻底对我们不管不顾。不过天意弄人，他那个嫡孙出了意外，失去了生育能力。爸，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他只是需要一个有血缘关系的继承人，再加上他们整个家族就只剩下小杰唯一一个男丁，所以他就不顾我们反对，强行把小杰给带走。不过好在，最后小杰逃了出来。爸，我永远都记得小杰曾经跟我说过，在他心里，我们3姐弟才是亲人。没想到明雅和3个孩子当年受了那么多苦，看来我的身份也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可以让他们慢慢接受。反正孩子们迟早会知道，他们的父亲也有能力让他们过得更好。爸，消消气，喝杯水。啊，哎呀，去呀！看我姐的面子上，对不起。还是不愿意喊我一声爸。那事情都过去了，爸爸，你今天就住我们这儿吧。你去住小杰房间，让小杰睡沙发。我和姐姐先去收拾一下。对，我们去收拾房间。你坐这儿陪爸爸聊会儿天儿。没关系，总会互相了解的。说吧，欠了多少？跟你说了也没有用。60万。转过去了，查收一下。你开什么玩笑？你不跟我们钱就算不错了。您的账户进账60万元。不能是杀猪盘吧？你这头猪有什么好杀的？啊？他应该真的是我们生物学上的父亲。谢了啊！我知道你攒这些钱也挺不容易的，我会挣钱还你的。刚谁说帮他还钱要叫一声爸的？哎，小万啊，你说
我们怎么会那么快就接受爸爸的出现？血缘吧。姐，你说他会是个好爸爸吗？都愣着干嘛？赶紧吃啊！你这个没毒吧？有毒别吃。我已经好久没吃过早饭了，这一来就吃到爸爸亲手做的，这也太幸福了吧！好吃好吃。爸爸，你还学过厨师吗？好吃就好。哦，对了，你们3个要不要搬过去跟我一起住？这边房租不便宜，搬过去起码可以解决你们房租的问题。到家了。爸爸，你这几年一定过得很冷清吧？也还好。爸，你好久没回来住了吧？工作那么忙，一定很辛苦的。没事。爸，你留这么多这破玩意儿干嘛呀？我给你收拾了啊。对哦，感觉好占地方啊。那是我去年花了1个亿收的古董啊！算了。小婉，你这丫头，这几天干嘛去了？我约你看电影，居然放我鸽子！哎呀，别生气，姐妹，我跟你讲啊，我给你找了个超级无敌帅的男朋友，说好了啊，明天出来见一面。保证是你喜欢的类型。妈。好，都收拾干净了。这个家里面一共有4件物，你们自己去挑。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家了。好好啊，谢谢爸爸。快去吧。我知道，你们先过，我一会儿就来。对不起，我会负责的。对不起，我会负责的。算了，也没什么大事，下次小心点儿。又帅又有魅力，太极品了吧！小婉，我就不该来找你，鬼知道我有多倒霉，我撞了辆豪车。幸亏人家帅哥不需要我赔偿。哎，对了，我跟你说，那帅哥要是我男朋友就好了，完全是我喜欢的类型。你可别心动那么快啊，你再看看我爸。知道了。唉，假扮名媛终究是不对，不然等下逛街把他的假货全换成真的。咱们不是在逛商场吗？哎呀，这不是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歇歇吗？啊，对了，我闺蜜刚好也在附近。小婉，哎，彩芙这边，我都好久不见你了。哎，是你啊！你们认识？不认识。原来你是我女儿的闺蜜，真巧。好姐妹，你这后妈我当定了。快坐啊。大叔，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啊？你觉得我怎么样？爸爸，我可是为了你的人生大事着想，才把我这最漂亮、最优秀的高材生美女介绍给你。是吧？彩芙啊，她真的是很不错呢。挺好，挺好。你们聊，你们聊。你觉得我爸怎么样？我觉得，哟，这不是我们的大网红吗？名媛小姐。哟，
这不是我们的大网红吗？名媛小姐。这位是？他是我的网红同行，故意来找茬。爸，你不用搭理他。他这么羞辱你，小婉，咱得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堂堂正正的做人。而且你可以变成一个真的名媛。没事的吧？假扮名媛怎么了？我这是为了在网上立名媛的身份，更方便我带货赚钱。我还得靠这个养家糊口呢。那这些假包、假首饰、假手表呢？我就是看到有好看的地方，我就忍不住拍几张。爸，我这样很丢脸吗？不会，小婉，对不起，爸误会你了，不应该说那些话的。我之前还误会他是个虚荣的坏孩子，我真不是人。你们无视我！你是什么很重要的人吗？你什么态度呀？我好心过来跟你打招呼，你这么掐我干嘛？哦，不过也是，看你现在混成这样，还真是够可怜的。哎呀，要我说啊，当初赵公子追你的时候，你干脆就答应了呗。可是你呢，死活不给人家面子，自视清高。不是董瑶，你精神病啊！别整天带着张装满屎的臭嘴到处闲逛，行不行？你有种再说一次！说你怎么了？果然身边人啊都是一样穷酸。哎，你看我这个香奈儿的大衣，足足18万呢。不过你就看着就行了，我猜你啊这辈子也是买不起。你算了，跟这种智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贱人竟然能勾搭上这种极品！大叔，你不会是这臭女人的男朋友吧？哎，你跟她分了吧，我养你啊，1个月给你2、3万还是没有问题的。1个月给你2、3万还是没有问题的。董瑶，你再怎么造谣我，怎么说我都可以，但你不应该去侮辱我爸爸。你什么你？你是畜生吗？还是听不懂人话？那怎么了？我要是勾搭上你爸爸，那我岂不是你们妈妈？你不配！我女儿说过你曾经糟蹋瑶，你等着吃律师函吧。还有这件事，我只说一遍，以后见到我女儿们，放尊重一点。你还愣着干什么？揍他！要事我扛着。真是个废物！动手的可是你们，等我把事情闹大了，你们就死定了！老天爷呀，这还是法治社会吗？大庭广众之下，居然欺凌弱小！你们快来看呐！就是这个男人仗着自己身材高大就当街打人，还有没有天理呀？大庭广众之下吵什么呢？保安大哥，他们打人，我要找执法队，我要找律师。这个商场的监控就是证据。完了，凭董瑶这尿性，爸爸该不会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抓进去吧？完蛋了，咱们王总还在视察呢，这帮人怎么捅出这么大的篓子？吵什么吵？什么人敢在我地盘闹事啊？王总，他们打人。是你，先生您好。赶紧派人去把今天的监控全删了，有人问起来就说坏了。另外再多找几个人，就说这女人先找的是。你俩还傻站着干嘛？还不赶紧把这疯女人给我拉出去！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我要杀了你们！这是华夏首富万达王总啊，到底搞什么啊？难不成那帅大叔的身份比王总还厉害？林总一向低调，肯定是不想让太多人认出。哎呀，先生，实在对不住啊，因为我们商场经营上的问题呢，导致了您有不愉快的体验。那这样，为表达我们的歉意，今天您在这里的所有消费
全部免单啊，那就不打扰你们好心情了。行吧。好，请慢慢享受啊。哇，爸，这首富竟然这么好说话，活该他赚大钱。这也太夸张了吧 ！LV 还有这么多奢侈品牌都在这儿呢。万达还是不够档次，要不是怕吓着孩子们，今天应该去国金的。几万块钱一个的手表，几千块的衣服，就这样买了？爸，你这是干嘛？大叔，我虽然是你女儿的闺蜜，但这些也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我也不装了，其实啊，我还是有一点点钱的。小婉，我不应该随机，我的错，我不应该招惹你，我错了。咱们逛下一家。小婉。对了，爸，这个房子你是不是不经常回来住啊？对啊，我还有另外一套房子，环境比这边更舒服。改天有空带你过去看看。还是得慢慢摊牌啊，不然一下子告诉他们我的财产规模，岂不是得晕过去？我被龙源集团给录用了！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林渊这个名字就变了个态度。你们知道我一个月工资多少吗？多少？1万，但这只是赵副总给我的底薪，加上提成也就几万块吧。以后你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出钱。一个月1万算什么？还不如爸爸给我买的一块表呢。大姐，你不会也有吧？但是爸刚借钱给我还债，这样不好吧？爸都跟我们说了，他不是司机，是管理层，存款不少呢。爸还说了，这个算是这些年欠我们的礼物，所以我们就没客气了。恭喜你啊，老弟，你现在都要成富二代了。有爸爸原来是这个感觉吗？爸，姐姐们都有，我的呢？你个臭小子，你总算真心实意的叫我爸了。行，既然都开始正式上班了，给你买辆车吧。谢谢爸，我最近的飞度挺不错，10万以内就能拿下。如果预算足够的话，我可以买辆思域嘛。您只要给我付个首付就行，剩下的我来还。到店再说。臭小子，就这点出息。爸，什么车我都能接受，求你了，求你了。爸，我好像不是太能接受这样的车，不对，准确的来说是这个店里的任何一辆车。爸，别开玩笑了，我们真的要买这车。你们只管挑自己喜欢的，剩下的不用担心。大叔，买不起别在这误导人，要不然随便来个人都要赌一次门，我们这生意还做不做了？哎，你这人怎么说话的啊？狗眼看人低，不买还不行吗？我们走。就让他这么欺负我们？想知道我是谁？想投诉我呀？我可告诉你，这老板是我亲戚，随便你们怎么投诉。看够了就赶紧走吧，这些车你们这辈子买不起。这么欺负我们？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爸爸的决定自然有道理。要是真起冲突，我们就得不偿失了。我看他就是不敢替我们出头。算了，这些年都是这么窝囊过来的。看来我缺失的不仅仅是陪伴，就连孩子受欺负了都不知道。放心吧，无论这次还是下次，未来只要我在，
没有人可以再欺负你们。舅舅，什么？解雇？风沙，包也来这么快？走吧。各位女士先生，有没有心仪的车型呢？这家店的人态度真好，还怪不习惯的。你说我们不买的话，他们不会把我们赶走吧？这位女士不用担心，我们没有隐形消费，我们店是以顾客满意度至上，随便看看。那辆，女士你真是有眼光，那是我们店的最新款。那这辆车多少钱？现在有活动，落地价是900多万，但是如果你们有意愿的话，还可以优惠。喜欢吗？这样的车哪有女孩子能不喜欢啊？喜欢就拿下。算了吧，爸爸，我就随口说说，这也太贵了。只要能够让你开心，更何况这也不是什么大钱。这谁家的千金少爷也太好命了吧！多少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却是人家为了哄女儿的小手段。爸爸，虽然你之前说你很有钱，但也经不起这样造吧？爸，你该不会借贷给我们买车吧？我们很好养活的，爸爸，你可千万别……想什么呢？我可是有正经工作的，管理层也有头部的吧？我就说吧，咱爸厉害着呢。小亚、小杰，你们要吗？爸爸，其实咱们家里有1辆就可以了，够用就行了。怎么够呢？以后我还要给你们更多更好的。这样吧，咱们现在小区停车位不够，我忘了跟你们说，我可是有大房子的人。这样吧，过几天咱们搬家，去我常住的那个地方。好。烧烤。姐，你都不知道，今天我开这车出去，把那帮姐妹们的眼都要亮瞎了。你还别说，自从我们公司那个想要追我的妈宝男看到我换了新车，一声不敢吭啊。他活该。不过咱还得感谢咱爸。啊，对了，爸说他今晚有事，要晚点回来，要不咱去下个厨，买点菜犒劳犒劳他。走。明明是你允许我在你身边的，我以为我会慢慢融化你的心，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其他的女人？你是谁？哇，好漂亮啊！小婉，她能进咱家，该不会是咱爸的？怪不得呢。我就说爸爸这么有钱，怎么会没有桃花？可这是我们的地方，他还能随意进出。哼！小婉，别乱来。放心吧，姐姐，我有分寸。我不管你俩是如何蛊惑林渊的，趁我现在还有耐心，立刻马上给我搬出去！大妈，你凭什么命令我们呢？大妈？凭什么？就凭我是林渊最亲近的人。哼，实话告诉你们吧，我跟他认识15年了，你们才认识他多久？我见过他最穷困潦倒的样子，这衣柜里的衣服有一半都是我亲自挑选的。你们知道这房子对他意味着什么吗？意义，我们都错过了各自最重要的人生。这房子是他用他创业的第1桶金购得的，这是他的心血，只有我可以进得来。他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都是我来打扫的。我劝你们见好就收吧，别骗他，也别骗自己了。你们跟他是不可能的。姐，我突然觉得我们好对不起爸爸。我也是。爸爸，
你难道不觉得我和林渊长得很像吗？完了。boss， 这是您让我调查的东西，查清楚了。谢谢。辛明雅的娘家居然是金莲辛家的人，简直是欺人太甚！我就说小杰的脑子不至于欠下巨款，原来是辛海红那老家伙为了逼小杰回归家庭，特意做局了。金莲辛家，我要知道关于辛海红的一切，都给我调查清楚。另外，从我海外账户调集10亿。怎么了？爸爸，晚上家里来了个女人。完了，我怎么忘了这个？望舒吧，他是我一个朋友，比你们大不了几岁，你们可以叫他陆姐。看来爸爸有点紧张啊。有吗？对了，小杰，我今天查到一件事情，就是之前跟你一起做生意的王宇，他是你外公收买的。王八蛋！我绝对不会原谅他。还有王宇，亏我还把他当好兄弟。没事，有我在，他不敢动你一根汗毛。算了，我们斗不过外公的。喂，我怀孕了。小赵，恭喜你啊！听说辛海红那老爷子存了5000万，还是在你的名下。这下好了，今年你的拉储任务算是提前完成了。我看年底主任的位置你可以争一争了。谢谢经理。行，下班吧。我今天来找你就一个目的，你帮我劝劝小杰，让他回到辛家。想不到，小杰居然有这样身份的外公。他之前好像跟我说，跟外公的关系好像不太好。可是，如果他能回去的话，我和宝宝的日子……老婆，我好想你。老公，我也想你，宝宝也想你。老婆，你放心，我已经入职龙渊集团了，以后我一定可以养活你和宝宝的。而且我们家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龙渊集团能进大企业当然好。小杰，今天你外公来找我。无耻！没事，我们先回家。好。你们两个跟我回去！两个没有教养的丫头，还想反了天了！你配说这样的话吗？你就是个老畜生，这么多年你管过我们吗？现在为了让小杰回去，如此不择手段，你趁早死了这条心！辛海红，你做梦吧！我们已经找到了爸爸，以后咱们没有半毛钱关系，你就守着你那不能人道的孙子过一辈子去吧！原来是你，想要带我2个孩子走，做梦吧！你好大的口气！他到底有什么底气敢说出这样的话？难道我的私家侦探查到的东西有误？他不就是个普通的中年男人吗？对了，明天晚上我60大寿，我希望我这几个外孙能出现在我的寿宴上。当然，小杰必须得到，还有我会邀请小杰女朋友的一家人也会到场。别说你的大寿跟我们没关系，
就算你死了，也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那倒好啊。哦，我忘记说了，你们母亲还有遗物留在了新家，要不要我一把火给烧了？你行，我们去。听话就好嘛。爸，你说他到底卖的什么关子啊？不好意思啊，老爸，我刚刚有事情，不是你知道的事，只是想提醒你一句，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姐，这肯定是那老畜生干的，为了逼我们回去，还真是……好了，工作没了就没了。小亚，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与其替他打工，还不如我投资你开公司或者工作室，要不然也可以像现在这样子。老爸还是有自信可以养你们一辈子的。爸爸，我可以吗？我一直都很想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珠宝工作室，只是可惜一直都没有创业基金。当然，我的人跟钱包都全力支持。谢谢爸爸。姐，你们没事吧？刚才看见新海红那王八蛋了。有爸爸在呢，他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新海红那王八蛋也找燕归他们家了，估计也没什么好事。对了爸，燕归他们家说约咱们吃个饭，明晚你有空吗？终于可以见亲家了。行，我亲自安排。不愧是我女儿，这也太美了吧！我就说望舒姐的眼光很好吧。这俩首饰原本是要送给你母亲的，可是现在……不过我想戴在你身上也很好看。当初拍下的时候，还以为他会送给我，没想到是留着给别的女人。爸爸，这是什么呀？打开看看。哇，好漂亮啊！爸爸，你在哪儿买的这么好看的首饰啊？爸，这海蓝星空不是我们能够消费得起的，这也太贵重了，我们不能收。我的女儿值得这个世界上所有最好的东西，更何况不止光替你们准备，还有我儿媳妇。爸爸，谢谢你。爸爸，你最好了。快带上，我们准备出发。好。老公，这不是荣府宴吗？这可是宁海最高端的私人菜馆。我爸订的。小姐要是能回到新家的话，估计会过得比这更好吧。叔叔阿姨，咱们先进去吧。好。叔叔阿姨，这位是我爸林渊。啊。爸，这是燕归。叔叔好。这是燕归的爸爸和妈妈。叔叔阿姨好。叔叔阿姨好。这一身还真是不一样，衬得人都富贵了不少。小杰，你姐他们的首饰好好看啊，这得好几万吧？我爸买的应该不止这个数。这该不会是清炖仙居血鳗吧？正是。哎呀，像这样一条血鳗，光是成本就得花个3、4万了，更别提其他的帝王蟹、澳龙，还有02年的茅台。小姐这亲爸还真是有点实力，也算是对我们的重视了。哇，喜欢啊，回头让家里厨师多做一点。哎，小姐，你不是有礼物要准备给燕归吗？怎么不拿出来？哦，对哦。这钻石项链怕不是要几10万，都值一套房子的首付了。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不要白不要，不比我姐的差。哎，燕归，你之后嫁给小杰，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更何况这只是一点小小心意，你不收下，
我就不高兴了。谢谢叔叔。这亲家公一看就是做大事的呀，也不知道他跟小杰外公谁更胜一筹啊。不过这对燕归来说都是好事。是啊，是啊。对了，叔叔，小杰他外公给我们打了电话，说明天是他的60大寿，邀请咱们去做客。这个既然邀请了，那咱们就去呗。哎，吃菜，吃菜。这老狐狸的炫富方式还是一成不变。他再有钱也跟我们没关系，要不是他拿妈妈的遗物来威胁我们，谁愿意来这里？老家伙怎么把这几个野种都找来了？看来还真是想把家产拱手让人。又来了，还真是厚脸皮。就你们辛家里里外外酸臭味，你以为我们想来，也就你待得下去？脾气倒是挺大。过阵子你要是有底气说这话，我孙荣第一个给你侦查盗窃。跟我来吧。这2位美女是明星吗？真美啊！以后再告诉他们我真实身份。现在应酬的场合多了去了，也不怕他们不适应了。这新家也太奢华了吧？要不，咱也帮忙劝劝小杰，毕竟是亲家公嘛，哪有隔夜仇？亲家，小杰和他外公的事儿，我听孩子们也说过。这新老啊，也的确有点不近人情，但是这毕竟是100亿家族嘛，再忍忍。若是将来拿到了这家族产业，对小杰来说也是件好事嘛。啊，所谓巨富不过如此。亲家，我先失陪一下。啊。哈哈哈哈！哎，你们好，你们好。哟，李公子，哎，幸会幸会。啊，你先忙。诸位，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外孙辛小杰。这是我的2个外孙女，小婉、小雅。没想到这2个赔钱货到最后还能卖出个好价钱。若是能跟李家的天华集团合作，那辛家只会更上一层楼。小雅，这位是李公子李浩，归国博士。你们呀都是青年才俊，要多聊聊。一个秃头大叔都能被说成贵公子，你这老头可真是不挑。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赶紧给李公子道歉。等我解一下试试。还有你，辛海红，我真高估了你的底线。李公子，孩子还小不懂事，哪天我把小雅约出来，你们喝个咖啡聊聊，这矛盾不都说开了吗？正好我爸也来了，给您带了2瓶好酒，要不品尝一下？你爸来了啊？好啊，走。老公，这外公咱不认了。1个月内，我要吞并整个辛家。嗨，我叫黛西。帅哥，你知道金陵辛家是做什么的吗？居然说吞并他。看在你们是姓辛的份上，才给你们带的，别给脸不要脸。怎么了？
爸，他硬说你送给姐姐们的项链是山寨货，还专门拿了2条钻石项链来羞辱我们。爸爸，他们太欺负人了。山寨货还用说吗？这么大一颗蓝钻，你这穷鬼没见识，买了假货也正常。可今天是我们家新老爷子大寿，让宾客们看了，还以为我们对外孙多么苛刻呢。收起你的破烂，带上吧。说的也是，这好歹是新家的家宴，带一堆假货，的确不合规矩，让人看了笑话。我们不需要，我拿来的可是几百万的钻石项链，你还不知足？还没进我们新家就开始装腔作势，不要以为……海蓝星空，这不是3年前拉斯维加斯珠宝展展出的2套顶级珠宝吗？黛西啊，他是芭莎传媒董事长黛西啊。好眼光。真没想到，竟然有人能把这2套顶级珠宝撑得住。我记得好像3年前有一位神秘的华人用1000多万美金买下了它。不仅如此，还有一套梦幻，他用了不少于300万美金也拍下了。天哪，这换成华夏币，岂不是花了8000万买了2套首饰啊？是啊，8000万的首饰都敢买，看来爸爸的身份绝对不简单。哎，梦幻也在那儿。这怎么可能？这群贱丫头，怎么可能配得起这么昂贵的首饰？你敢打我？我叫林渊，要报警要告我随意。好帅的男人，还真神秘，我要得到他。林渊，你死定了！你死定了！来人！来人呐！嚷什么呢？怎么回事？公公，他们欺负我。完了，这男人彻底完了，得罪辛海红，死字都不知道怎么写。这里毕竟是新家的地盘，他也算倒霉。林渊，我看在你是孩子父亲的份上，只要你跪下道歉，让孩子们回归新家，今天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拿回明雅的遗物。你以为新家好惹吗？怎么办啊，爸爸？亲家，要不咱低个头，安全要紧呐。林先生，林先生，天华李奕晨，你现在才认出，你是不是老眼昏花，还是这几年过得太舒坦？林先生，您说笑了，在您面前，我就是个屁。李老哥，你这是如何？林先生，我跟他不熟，我马上和新家断绝所有合作，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爸，他是谁呀？快！这你儿子10年之内，我不想在国内看到他。哎，是，快走，走！还真是林先生。完了，我老眼昏花，刚才怎么没认出来呀？我跟新家有仇，大家也都看到了，要继续站在他那边的，后果自负；要么现在给我滚蛋！哎，走，快走！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你不配知道，你只要知道把明雅遗物还回来，要不然后果自负。我们走。林渊，你给我等着！哎，亲家，您到底是什么人呢？我只是一个闲人，他们那么怕我，可能因为我有一点点钱吧。爸，你该不会是一点点钱吧？明天你们就知道了。爸，你是说这栋房子是咱家的？这得花多少钱啊？没多少，也就才5.8个亿吧。5.8个亿，这不是小说里面才有的吗？重生之我找到了我的首富父亲。看来咱爸还真称得上是首富。
先生好，小姐少爷们好。这场景，我也只在豪门电视剧里见过。好了，孩子们，屋子里面还有很多房间，自己去挑。如果不喜欢，咱再重新装修。走。我真是懊悔，我竟然动起了让小杰认外公的念头。好了，亲家，也去挑个房间，有空咱们多聚聚。多谢亲家，有你的支持，我们一家人一定会齐心协力的，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客气，走吧。小赵，你到底干了什么好事？前几天新家那个大客户竟然在一夜之间把存在咱们银行的钱全部都转走了。不仅如此，他还说终身不会再跟咱们银行合作了。好好想想怎么辞职吧。算了，得罪新家的结果，我不是早就预料到了吗？反正怎么样，我都不会替小杰原谅他们的。校长，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是我不对，原来我刚才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有一个神秘客户往咱们银行存了10几个亿，还指名道姓说是受你的推荐。你说，你有这么大的客户，你还上什么班啊？原来嫁入豪门是这种感觉。不好了，董事长，天华集团刚发来公告，宣称已经全面解除与咱们公司的合作了。还有北辰集团的杨董、广瑞集团、富恒地产。董事长，我们是不是破产了？新海华没有倒下，碰到这事情难道就垮了吗？滚，都给我滚！喂，你到底有没有办法？难道我辛海红真的要跟他低头吗？对方说了，这件事也可以缓和。先生的条件是解散辛氏，允许你带走1亿现金，并携家眷远走海外。此生辛家人不得入华夏半步。不过在此之前，要去你女儿坟前磕头认错。绝不可能！真要道歉了，是拉不下来这个脸的。爷，我们真的要跟那些贱人道歉吗？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要是干坏了我的好事，我第一个不放过他。小婉、小雅，外公来给你们赔不是了。这演技假了点吧？我是来找孩子们来忏悔的。是，之前我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可是林渊，我可是明雅的父亲呢。难道你连给我个认错的机会都不给吗？你们今天能够来，代表你不接受我的方案，还真是虚伪的一家。我今天心情好，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样吧，我出20收购你们所有人的股份，按照现在市值来算，你们每个人可以分到大概1000多万，还不用负债。唯一的条件，必须跟谢海红断绝关系。爷，是您一直叫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林先生，我愿意跟那老家伙断绝一切关系，离开新家。只要您钱给到位，并且饶了我，您说什么我都愿意。我也是，我也愿意离开新家。我也愿意离开新家。我也愿意离开新家。林渊，你好狠的心呐！你这是让我最后无人送终啊！把人抬走，其他人滚出去！走！还好找到了爸爸，那老东西就是恶有恶报。你们不会怪我心狠手辣吧？要是当年辛海红没有把妈妈赶出去就好了，可惜这一切都晚了。开心点儿，你们生日快到了，我准备了一份礼物要送给你们。礼物？诸位，据最新消息，目标人物林渊，他的身价早在10年前就已高达1000亿，而且他是宇航企业 SpaceX 的第1大股东，有权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经营，甚至可以调动各类机密项目。当然，消息暴露，
心跳国各个机构都已经要起风了。那感情好，既然是私人的宇航公司，这就好办多了。据我所了解，林渊是一个正义感极强的爱国人士，他自发家致富来，所捐赠的金额已经高达100亿，所以我提议，我们可以尝试接触他，说服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来造福国内探索太空事业领域。你觉得怎么样？这厉害呀！立刻将林渊的身份有关信息进行风控保密，将其提升为 SSS 级人物对待，其子女提升为 SS 级对待。哇，爸爸，这就是您给我们准备的生日礼物，壮观的大火箭。这是明雅号。哇，是妈妈的名字。林，你终于来了。对了，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3个孩子。你是 Space 公司的总裁麦克，我终于见到活人了。你孩子挺有意思的，不过你现在在这里，恐怕会被记者拍到。自从明雅号火箭向媒体发布，航天中心中聚集了100多家顶级媒体，你保持神秘恐怕不行哦。没关系，人多热闹。今天是我孩子的生日。对了，马克，下午准备的情况怎么样？情况非常好。不是我说啊，林，这次公司用来发射的明雅号，光是造价用了8900万美金，还得是你有钱。不过，这的确可以说是你们林家的火箭。马克，海德森，该死的！自从我爆出 SpaceX 的大股东是华夏人之后，这老东西就一直找麻烦。马克先生，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就是林先生吧？ Edison， 你管那么多干嘛？我们 SpaceX 是一家合法合规的宇航公司，而且明天是我们发射火箭的重要日子，你最好别给我添乱。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我当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但是你的这些朋友似乎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啊，毕竟这里是发射中心，而且你这些朋友未必是星条国的公民，如果泄露了什么机密，你担待得起吗？ Edison， 林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股东，他完全有资格站在这里。好，那我就给你朋友个面子，是自己走呢，还是让我这些士兵把他们抬走？你好大的胆子，敢这么跟我说话？哼，一个无用的华夏人敢在这里教育我？华夏人怎么了？你敢说你身上没有华夏人的血？你这个香蕉人！啊，对了，我忘记了，你现在是星条国的走狗，但就凭你刚刚那句话，我就可以让你身败名裂。Hello， 约翰先生，我是林。看，真是愚蠢！这蠢货，他能认识约翰逊？我猜呀，他就认识这个名字。就是，先不说他有没有约翰逊先生电话，现在还妄想能接通，你们待会儿就惨喽。交给你处理。马可先生，这个华夏人给了你多少好处啊？让你像狗似的替他讲话？我没有开玩笑。喂，我是约翰逊 ，CNN 集团总裁安德森，你闯了大祸，惹了林渊，你可以滚了。姐 ，CNN 是啥东西啊 ？CNN， 爸，那是星条国鼎鼎有名的有线电视信息网。小丫真聪明，怪不得这老家伙吃瘪了。CNN 谁的话都不听，就算是总司先生来了，也要被他捅两刀子呢。我想不会的，将军先生，希望下次再见你时，你会是个好士兵。林先生，我想咱们应该是误会了，咱们还可以好好谈一谈。我数10个数啊，马上离开。这10，我9，8。好，走。爸，你也太厉害了！老爸万岁！
林，你又让我刮目相看了。当一个人欠你3个亿的时候，你也会这么做。老婆，你快看，这就是咱爸投资建造的大火箭，太帅了！主播，这是转播火箭嘞！哎，这么清晰，看着不像转播的。等等，明雅号火箭！我操，这不是只有翻墙才能看到的！哇，主播，你这是在瑞尼迪发射现场啊？那可不是什么随便人都能进去的。是呀，是我爸爸带我们进来的。今天是我们3姐弟的生日，这火箭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能现场看到火箭发射，这也太震撼了。孩子们，生日快乐！啊！哇！爸爸，我们也太幸福了，谢谢老爸。谢谢老爸。啊，爸，我粉丝都说想看你呢，你快给大家打个招呼。嗨，粉丝们，这就是我爸爸，还有我弟。大家好，这是我姐。我们在一起过生日。爸，你快看，有评论，他们都在夸你帅呢。原来有孩子是这个感觉。爆！华夏神秘大佬竟然是国内网红的爸爸！天渊集团老总竟然是他！龙源集团总裁神级奶爸林渊。这下完了呀！惦记他的女人肯定更多了呀。终于把你们接回来了。爸爸，都怪我乱开直播，我没想到你的身份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傻丫头，你别自责了，我身份毕竟摆在那边，他们早晚也会知道的。哎，还别说，咱们这一身还真像狗仔。我觉得像贼。好了，既然你们玩累了，赶紧进屋休息吧。走。累坏了吧？好久不见你在外面玩，这么久了。你干什么？我想你了。孩子们都在呢，他们误会怎么办？误会什么？他们睡着了。爸爸和陆姐姐居然……那我亲爱的彩芙岂不是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爸，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一大早过来这干嘛呢？没什么呀，陆姐姐没留下来过夜吗？你想什么呢？哦，对了，爸，你知道的，彩芙是我最好的朋友。当时小杰被做局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拿了3万块钱给我应急，到现在也没有说要还的事。但他现在生活压力也不小，他家为了让他弟上大学，准备贷款在市区买套学区房。所以爸爸，我能不能先用一下你给我那张5000万的银行卡呀？帮，这忙咱们必须帮，但那个卡是给你买的，你自己收好。对了，你跟我来。这是我之前囤的一些房子，宁海那边呢，学区房不少，100来套应该还是有的。你拿1套，直接送给彩芙。老爹，你也太给力了吧！快挑吧，你直接送钱给他，他肯定不会要，所以还不如直接送房子，找个理由给他，就说是用借的，让他过户。如果后续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再让他找我。原来有个有实力的爹就是这个感觉啊！啊，对了，那个彩芙也快到了，我去接她。好，一起吧。走吧。彩芙，我之前不是欠你3万块钱吗？我爸说了，这钱就不还你了，但你必须从这里面挑一本，就当我们的账清了。
小婉，你在说什么呀？我不要你还我钱都行。哎呀，彩福，你快挑吧，别替我心疼。这都是我爸年轻的时候囤的房子。你也知道我房子多，空着就空着。以你跟小婉的关系啊，作为长辈送一套房子也合情合理，快挑吧。邵大叔，我知道你为我好，那我也不能收。况且，我才不要你做我的长辈。哎呀，好姐妹，快收下，就当是我爸给你的彩礼。如果是彩礼，也不是不行。爸，你就答应一下吧，不然彩福不会收下的。随便随便。啊，快挑吧。这……你好，林先生。能知道我手机号，看来不是一般人。你好，林先生，我叫江晓，是华夏航天科技集团的人，不知道林先生哪天有空，想请您吃顿饭。能知道我手机号，看来不是一般人。好的，等我有空再联系。好的，打扰您了。爸，小杰出车祸了，好像被追尾了。他在哪里？我马上过去。爸，我没事儿，幸好你这车够结实。他撞我的那辆是超跑，起码有2000万呢。爸，我先处理了，晚点说。没事儿，你跟爸说一声啊，先挂了。沈继明，这不是那个网红护照王吗？据说比聪哥还有钱。你这车开得挺猛啊！抱歉兄弟，吓到你了啊。这样，这我全责，该赔多少赔多少啊。没事儿，都小事儿啊。哎，不过话说回来，这车确实不错。试试，试试。哇，这车真不错啊，顶配私人定制款的跑车啊。哎，对了，你知道 HAC 吗？知道啊，这不是最牛的超跑俱乐部吗？但我听说他们那个入驻标准挺严格的，我要能进去，也算是圆了我的梦。这不巧了吗？我就是 HAC 的会员，其实嘛，入会标准就是全体会员同意你的申请就行了。这样，今晚金西府哥带你去认识车圈的朋友。行啊，哥，那先谢谢哥，你给我发个地址，我开车过去。OK， 晚上晚点见。OK。科尼赛格私人定制，价格起码1500万以上，全身上下却穿的普通。不过他手上的表，差不多就能换你这台车了。我早就看到了。哼，以前可没听说过这号人物啊。口音听着却是个本地人。那现在突然冒出来，这只有一个解释了：暴发户。可以考察一下，如果操作的好，下半年你差不多可以换新车了。还不是这次我故意追尾追得好啊？小杰还没回来啊？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算了，他也是个成年人了。爸，明天是周末，我约了陆姐姐一起去看展。你呢？哎，爸，明天我们去爬山吧。好啊。哎，小杰，昨晚的事处理的怎么样了？当然解决了。当然解决了，而且我还跟他成为了好朋友。你们猜他是谁？谁啊？沈继明，那个网红富二代。对啊。哦，其实他人还挺好的，而且还说要带我进 HAC。我走了，爸。哎，这么着急去哪里？沈哥约我去宁海国际赛车场玩呢。放心，我一定注意安全。走了，爸。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去买点面包。你别忘了答应我的，爬山。沈继明。喂，老王，我林渊。
跟你儿子王小聪打听个事儿。林叔，你又变帅了。小聪啊，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我想跟你打听个人，沈继明。他呀，情况有点特殊。您知道濠江那边的戴卫集团吗？5大博彩集团之一。沈继明他爹就是戴卫集团的老板之一。他爹呢，以前就是一博彩中介，后面发家了，那钱呢，大都见不得光。这几年濠江那边的产业不好做，沈继明呢，就通过自己的关系结识了不少有钱人，然后邀请他们。哎，林叔，你不知道，输光家产的大把人在。怎么了？他的主意打到你头上了？没有，就想跟你了解一下情况。今天辛苦你跑这一趟了，改天有空请你父子吃饭。哎，那林叔，那我先走了。拜拜，林叔。爸，刚才来我们家的不会是那个王首富儿子吧？是啊，就是他，来找我谈点事儿。来，我们要去爬山，走。走。丫头，你选的还是座野山啊？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山超美的，好多人都来这儿打卡呢。好，勇攀高峰。哎，你看那边露营的人还挺多的呢。爸，看这架势要下雨。山那头已经开始下了，好像不小。大家注意了，山的另一侧发生了泥石流，下山的路已经被封了。大家跟我一起撤离到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我护着你就好了。快！快走！小心！没事吧？没事。快找爸爸吧。爸，你没事吧？没事，赶紧走。没事的，救援人员马上就到，大家先原地待命。有我在，我就不该带孩子来爬这么危险的山。这是泥石流吧？我们出去也只会更危险。别怕。手机还是没信号。还是没有。妈妈，我害怕。没事儿。都怪我，我就不应该这么贪玩，非要来爬这个山。没事，救援队快到了，我们会平安的。上天不愿意用我一生的幸福来换取爸爸这次的安然无恙。怎么了，小雅？我就是心里有点慌慌的。多适应适应就好了。喂，陆姐，不好了！市郊区后山上发生泥石流，小婉和林先生好像被困在了山上。小婉因为泥石流被困在山上了。我告诉小贤。喂，小贤，爸和小婉可能出事儿了。爸爸，救援队什么时候到啊？我们总不能死在这儿啊！别瞎想，爸爸在这儿。下面的人怎么样？有人来了！火车有人受伤了，赶紧过来救人呐！孩子，有救了，快醒醒！儿子，救我！先救我！救援队来了！太好了！我没有救了，请不要乱动！快，这里，快！快来了，快走！救我！一次撤离！走。先救我女儿，我身体好，可以的。来，走，抓紧绳子。求求你，先救我媳妇儿，她心脏不舒服，快撑不住了，求求你们了！先救女人，还有孩子，求求你们了！孩子，来，快！什么？后山泥石流？陈先生，
后山发生泥石流，林渊先生被困在那儿了。林渊也在，走。陈先生，就连那么大的人物都来了，那里面困着的岂不是……小心说话。陈先生，情况怎么样？林渊呢？他说了，先把机会让给女人和孩子，所以无论任何代价，必须安全的将林渊救出来。没事没事，爸一定会没事的。爸，你吓死我了！我没事，让你们担心了。哎，爸，爸，你怎么了？爸，林先生，你好好休息。爸，还好你没事，不过你今天可帅了，外面都在夸你呢。遭此大难，我也很庆幸，还好找到了你们，要不然我连1秒钟都撑不下去。爸，你又说傻话。这一世我重生过来就是一个孤儿，亲戚就只剩下一个大伯了。现在想想，身边可靠的亲人还是太少了，也许该联系联系大伯了。小杰，爸，我从小父母双亡，家里面就剩下一个大伯了。在我小时候，他不爱管我，所以我吃百家饭长大。但当我大的时候，他倒是管起我来了。他觉得我应该要在村里耕田种地，娶个媳妇儿，传承香火。但我觉得不甘心，所以就拿着身份证跑到城里，才有现在的一切。这个月有空，帮我跑一趟山城，替我找找你大爷爷。好，这件事您就放心交给我。到山城有事就找华泰集团，那是咱家的。哎，您好，您认识林远渠吗？不认识。哎，您好，您认识林远渠吗？不认识。这里的村民都说了，大爷走了20年，杳无音讯。你们在找林远渠吗？哦，对，您认识是吗？当初老林找过我，说他侄子在城里打工出事了，要8000块救命钱，可他没钱，含泪卖了林家祖祖辈辈的老宅，就急匆匆跑城里去了。小峰，这彩礼你好不容易凑齐了，怎么他们家现在又突然狮子大张口，多要我们10万呢？你就说吧，这婚你还要结？我砸锅卖铁也给你凑上。就因为小山是养女，我现在拿不出彩礼钱，他的养父母就把他锁在家里。我行了，别说了，10万就10万吧，大不了先把咱家早餐店顶出去。那可不行啊，爸，那是除了我工作以外，咱们家仅剩的收入来源了。都怪我没有用，大不了3天之后的婚宴我不办了，我跟小山私奔去。你说什么话呢？你这是？听我的，先把早餐店顶出去，至于剩下的钱，把我的灵位卖了。啊？那就更不行了，爷爷，那是咱们家给你准备的牲口。我这不还没死吗？先把你的事解决了再说。爸，您别说这话，咱家还不至于，就是把我拆散了卖，也不能动您棺材板。对呀。哎，爸，您不是还存了10万吗？不行，那是我给我侄子留的。当年我卖了咱林家的老宅，就已经害得他落叶无根，有家不能回。我对不起他。20多年了，他都不知道，当年我要是没那么执拗，他也不会离家出走。这钱谁都不能碰，那是我给小渊留的安身钱。我们都找好几天了，该托的关系也托了，大爷爷到底到哪儿去了呢？没事儿，都失联这么久了，难找点正常。只不过我现在就是担心大爷爷过得好不好。燕贵，找到了，资料都放你邮箱里了。谢谢你啊，改天请你吃饭。
找到了，找到了。爸，我觉得当年你肯定误会大爷爷了。他把老宅卖了，并不是为了劝钱跑路，而是听说您在城里出了事，想卖房救您。咱们还有多久？哎，爸，你就别多想了，这马上就能见到大爷爷了，这是好事儿啊。我想他老人家当年既然能为了救你卖房，肯定也是因为在乎你啊，说不定他见到你还很开心呢。伯父、伯母，我知道你们把小山养大不容易，你们之前提出的彩礼呢，我们也都给了，后来你们又加了这10万，我们家把那早餐店都兑了，才凑齐了也。你们现在又提出这么多的要求，我们家确实拿不出来。你小子说什么呢？我们多提点要求怎么了？你就要把我闺女娶走了？以后谁给我洗衣做饭啊？这多点代价怎么了？话不能这样说呀，咱们以前不都说好了吗？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啊！哎，爸您别管了。哎，亲家，咱也不能拿闺女儿当商品卖，是不是？你要这么论的话，这买个洗衣机才多少钱呢？啊！瞧瞧你们这穷酸样，要不是小山喜欢嫁给小峰，他能到更好的人家去。就比如我们乡的赵铁生，彩礼50万，还有一套房呢。爸妈，求你们了，你们别……你不懂。赵铁生比我爸还大5岁呢，你这不合适吧？这个行了，反正不管怎么说，3金必须要10件，婚车必须要保10件以上，还有啊，什么烟呐、酒啊，一样都不能少。你好，请问是林远渠家吗？哎，是。是，您是？大伯，二伢子，大伯，真的是你呀！爸，别激动，这堂弟，真是你呀！堂哥，你说你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我爸这些年净找你了呀！堂哥啊，这么多年啊，肚子没有小啊，你还是那么瘦啊！这不是我们集团的老板吗？怎么看起来像个秘书？真好。哎，这都谁呀？大伯，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我3个孩子，小亚、小婉、小杰，这是他媳妇儿燕归。大爷好，大伯好，好，都好。看到你有后，我也就放心了。哎，小峰，来，这是我孙子，你侄子。哎，叫人。堂叔好，好孩子。你们今天这是？明天是小峰的大喜之日，这你又回来了，双喜临门，双喜临门呐！那可真好。哦，对了，堂叔，这是我未婚妻。堂叔好。哎，你好。今天来的匆忙，没有带见面礼。没事。行了，亲家，咱们继续谈明天婚宴的事吧。林东，你先跟亲家谈着，我进去跟二伢子说点事儿。爸，今天辛苦你了，先回去吧。是。来，二伢子。就这态度，看我不讹死你！二伢子，其实当年我是想跟你说，这外面就算混不下去也没事儿，回到家里，但凡大伯有一口吃的，也饿不着你。都是我误会你了，这是什么？大伯以前傻，让人给骗了，卖了咱林家的老宅，我对不起你。这钱盒是这些年大伯攒着10万块，密码是你的生日。大伯，我不能要，我现在不缺这个。
还好你平平安安，不然我去了阴曹地府也没脸见你爹妈。这10万块是我给你攒的结婚钱，不能要。你就拿着，就当给3个孩子的一点心意。大伯，先不说这个，小峰不是要结婚吗？怎么看家里面是这个氛围啊？小山也是个好孩子，嫁到咱们家，算是委屈他了。我倒觉得是他高攀了我们。你这臭小子，还是满嘴跑火车。没事儿，大伯，小峰这孩子的婚礼交给我来处理，你放心吧。小峰啊，你也别怪我们现实，这婚礼用度啊，都是为了小山好。反正这事儿你们看着办。我明白，伯母，可是明天就要结婚了，这现在让我去哪儿找让您更满意的婚车？那是你们的事儿。这样，明天的婚礼我安排，保证让你娘家满意，也算是给这2个小年轻的见面礼。这位是堂叔是吧？话别说太满。我们杨家在当地也算是有头有脸了，这话说得太大，回头丢脸的可不止你们老杨家。放心吧，最起码不会让我侄媳妇丢脸。行，我就看你们怎么风风光光来娶我闺女。杨家那边就是欺负人啊。这样，明天婚礼就改到月容庄。月容庄，全球最顶级的度假村，在这住上一晚，普通的房间都要几千块。那个堂叔，这酒店是不是？天哪，这不是5星级大酒店吗？是啊，这里办个酒席，这不得花多少钱呀？二丫子，这件事跟你没关系，你绝不能逞一时之快，为了我们呀。对呀，兄弟，这可真不是逞强的事儿。没事，我们再想办法啊。大爷爷，你们啊就相信我老爸爸，他一定让你们都眼前一亮的。嫂子，就麻烦通知宾客改个地方吧。堂叔这身份不简单呐。好。喂，帮我安排一场婚礼。小峰啊，这婚车怎么还不来啊？是啊，马上8点出头了，怎么还不来啊？10点前就要去女方家里接人，这要是晚了，怕是来不及了。所以小峰，会不会是你的堂叔不太靠谱啊？不会的，我相信我堂叔。车来了，车来了！我去！天哪，大佬啊！小峰，你堂叔干什么的？恭喜呀！天哪，这也太奢侈了吧！大家好，欢迎来参加林小峰、杨小山的婚礼。我是胡逍遥，我是杨小蜜，我是谢天泽，我是张婉之。天哪，居然是他们！居然来给新人当主持来了，大明星啊这是！今天由我们4位来主持他们的婚礼，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人入场。好。老公，这林小峰看起来不好惹，这可咋办呀？一家人怎么能说2家话呢？他有本事，咱们才好利用啊。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别忘了，你们已经把女儿卖了，从此以后咱们2家的交情就止于2个小辈。我们家休想沾得一分。对，不是你欺负我们大爷爷的时候了。好。大伯，你先别着急感动，后面还有呢。
接下来是林先生为他新婚侄子准备的新婚贺礼。999金条，66根，现金3000万。保利国际高尔夫花园，华润中心苑，万科国际公寓3套，龙湖香蕉林价值8000万别墅1套，劳斯莱斯库里南座驾1辆，玛莎拉蒂1辆。爸，喝水。哎，你昨天怎么喝这么多呀？那帮老家伙一个比一个会喝，一高兴就多喝了点。对了，礼物送到了吗？按照你的吩咐，都已经交给大姨家手上了。那就好。爸，咱们是不是要回宁海了？我这都请了好几天假了，再不回去，我妈妈扣工资。这个月都快过完了，不急。你到龙源集团2个月，一有了工作能力，就连沈月那个职业经纪人都夸你是个人才。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帮爸解决个麻烦？好，没问题。爸，现在当您这种大富豪的继承人这么难，您在山城的公司也太多了吧？这挨个走一遍，腿都快断了。辛苦你了，小杰。我和小婉都不爱做生意，所以咱们家族的重担就要交在你身上了。小杰啊，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会渐渐开始把你推到明面上，到时候你一定万众瞩目，有很多人希望看到你成功，但会有更多的人想要看着你失败。爸，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太久没有做经济舱了，一如既往的难做。对了，小亚，记得提醒我，回去买架私人飞机。你什么意思啊？小杰，不好意思啊，刚刚碰巧听见您说想要买私人飞机。我叫林飞宇，是湾流航空公司亚洲高级市场管理专员，这是我的名片。这家伙帅是真的帅，但貌似有点爱吹牛啊。怎么这么巧？刚说要买飞机就有推销员，运气真好。您怎么不说话呀？不是要买飞机吗？我倒要看看你买不买得起。我姓林，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哎，真感激。林先生您好，现在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飞机的。一般呢是要签订3个协议，还要等上几年。不过林先生，您的运气算是好的，我们现在有一架 G500 刚刚制好，不过制定它的公司现在付不了款项。谢谢您的介绍，我会好好考虑一下的。不客气。态度不错，找个时间去看看吧。我到底是为什么要那么认真给他介绍？真是疯了！看开点吧，今年经济不好，这1年都没业绩，不差多给一个人推销了。您好，林先生，终于有时间约到您本人。你好。你好，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华夏科技航空集团的代表江晓那么年轻漂亮。林先生说笑了。请坐。以林先生的能耐，应该知道我并非华夏航天的人。不过我这次来，确实是代表华夏航天跟林先生商讨合作的。那你这次来具体要商讨什么合作呢？那我就不绕弯子了。其实我这次来是想让林先生促成 Space 和华夏航天的合作，共同探索星辰大海。并非我不愿意，而是很难实现。还记得13年吗？斯坦本来跟华夏航天是有合作的，但因为星条国强力干涉，到最后就和 SpaceX 签署了发射服务合同。就算我是大股东，也无法改变这一点。我们华夏航天这些年确实进步很多，但的确有很多技术关卡还没有攻破。但也可以是 SpaceX 跟我将来所要收购的那些私人民用企业进行合作，改头换面。这样的话，不跟华夏航天有合作，就可以深度交流。那真是谢谢林先生了。先别着急谢我，我有个条件，新公司成立之后，我要参与北斗的运营。另外，航天集团必须给我提供专用领域的技术。行，那林先生，合作愉快。合作愉快。真是黑心商人。那你是不了解的，实际上他比谁都重视国家的项目。早在10几年前，他就以海外基金会的名义，为咱们华夏秘密地输送了大量的战略级的技术和材料以及装备。所以你以为呢？
为什么 Specs 的这个第一行业的翘楚会在最先进的航天飞船上命字为龙飞船呢？看来是我误会了，先生大爷。嗨，爸，你回来了。怎么就你在家？小杰跟小亚呢？姐姐她好像去忙着珠宝设计的工作了。爸，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没用啊？我除了做网红，我都不知道做什么。傻丫头，你不爱吃吗？想开个餐厅还是咖啡店？只要你想做，爸爸都会支持你的。我再思考一下吧。我感觉我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哦，对了，小杰刚刚急匆匆的走了，好像是昨天来山里找我们，错过了一个什么朋友的邀约。他今天去解释一下。沈一鸣。哎，明哥，怎么还有加2、3线的明星啊？这场子还真是不错啊！新老弟，来干一杯。我罚一个。昨天临时有事儿，不好意思。嗨，理解理解，没事，来。对了，咱上次说投资那个，你怎么样？要把这……没问题。哎，不过话说回来，那昨天宁海还真出了件大事，就西山这事啊，连陈先生都亲临现场，知道为什么不啊？不知道？不知道。哎，因为有大佬在这里面。哦，说起来，这里大伙都知根知底的，你家里是做什么的呀？我们家就开了几家公司，做做小投资。关键是我们家这点东西不好拿出来。没事儿，暴发户好拿捏。哎，吃喝差不多了，要不玩一下？玩会儿。小老弟，玩一下。没事儿，输了算我的，行吧？啊？接个电话啊！喂，爸。你惹谁不好，你惹辛小杰，你知道他家什么来头吗？咱们沈家彻底玩完了。谢少爷，我永远不识泰山，我不敢骗你，你原谅我，给次机会行吗？我操，这小子什么来头？沈继明这护上皇都得跪地求饶，像条狗一样，这怎么回事？喂，爸。小杰，沈继明是个骗子，儿子你记住了，这是我第2次给你上课，学会保护自己。你敢骗我？这是我爸第2次给我擦屁股。我告诉你，你他妈刮花老子的车3天之内给我配辆新的，送了唐宫。行啊，儿子，还会自己找损失。还是爸教育的好。爸，你快看！该死！这条新闻看得我全身发抖。夫人凭什么比我们更有权利生存下去？穷人活着连呼吸都是错的，支持发帖人，打倒富人，一定要让当事人和相关机构付出代价。林渊这样的富人就是典型为富不仁的代表。听说为了给他的儿女过生日，花了大笔投资，搞了架火箭秀，有那么多钱，捐给希望小学不成吗？爸，我们绝对不能再这么坐视不管了，怎么能让你受这种委屈？要不咱们也发个视频？对啊，爸，他们明明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给你泼脏水？20岁孩子这样的确可惜，要是救援再及时就好了。要不，咱们再捐赠一批遥感设备，未来天灾面前，能帮一点是一点吧。不说了，我现在就去河内城键盘侠大战300回合。带上我，姐。我也去。爸，有重大新闻，请看大屏幕。先救女人跟孩子，先救我女儿，我身体好可以的。走。跪了，原来我是猪脑子，冤枉了国民爸爸，我错了。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夫人。所有人都欠林先生一个道歉呢。爸，评论区里面有很多人都在为你说话。太好了，真相大白了。当今天，所有国人都沉浸在对林渊先生的愧疚之中，没有人知道，在这20几年来，林渊先生对我们国家做出何等贡献。爸，你捐了那么多钱，一点都不心疼。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爸，我知道我之后要干什么了。我想和你一样，做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人。反正你不也给了我这辈子都用不完的银行卡吗？你要做慈善？对，所以我要开启败家模式了。尽管败，不过这次有很重要的事情要你做。儿子，我做错事了，我误会了一个好人。辛小姐，她就是董小艺。老人家你好，我叫辛小婉，也是那场天灾的当事人。你放心，这是王医生，董祥义的治疗我们都安排好了。谢谢谢谢。今天是家庭聚餐，都别拘谨，吃吧。帅大叔可真好，不愧是我男神。以前林总忙的时候都是我亲自下厨，今天也是难得能尝到林总的手艺。那是我忙，其实我做饭也很好吃的。那我可要好好尝尝了。这是什么情况？我就知道我的情敌不会少。大叔，我也要，我也要。来。不对不对，林渊怎么能给别的女人夹菜？林渊哥哥，我也想尝尝那个菜的味道，要不你也夹给我吃一下？多吃点。帅大叔做菜可真好吃，我还要，我还要。咱们也吃吧，估计一会儿是真没了。吃。哎，爸，我听小杰说你们公司最近出差任务挺重的。话说，你之前提的要买私人飞机的事儿怎么样了？都联系好了，明天签合同。林小姐，我们又见面了。真没想到，这竟然是董事长亲自要求招待的大客人，当时差点就把人得罪了。林先生您放心，我们这边呢争取在3天之内处理好所有的繁琐事务，然后争取在10天之内将这架 G500交付使用。没想到你还有那么热情的手。行，你办事我放心。喂，行，我会如约而至的。林先生，请了您这么多回，终于有一回有空，我们能坐在一起好好聊一聊了。王总，您说笑了。来，让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林渊先生的到来。林先生，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也请诸位老前辈多多指教。各位老总，听说最近在法兰西举办的苏富比嘉年华拍卖会吗？堪称是史上最奢华、规模最大的全球顶级盛事了。这次拍卖会又称华夏国宝专场拍卖会。有消息说，这次国宝拍卖会有流流民间的九龙九凤冠、四羊方尊和芙蓉石潘里尔盖炉，这些国宝的来历很大，都是早年间被洋人夺去，抢了我们的东西还卖高价，可耻。听说已经有爱国商人在集资，要把这些国宝拍回来。可是这边星条国和樱花国的这富豪们也都是蠢蠢欲动啊，跃跃欲试。更何况这次四羊方尊更是意义非凡，和田家族已经放话了，号称不惜一切代价参与竞拍。国之重器，我想我应当会竭尽全力。林总，我以水代酒，敬你一杯。黛西小姐，你真是女中豪杰啊！哪里的话，还要跟林总多多学习才是。互相指教才是。黛西小姐，你究竟要怎么样？我想有件事你应该挺感兴趣的。我这情报可挺宝贵的，你要是就这么停了，岂不是占了大便宜？要不你给我讲个笑话吧。很久很久以前。停，我要听个刺激的。《西游记》你知道吧？唐僧师徒他路过火焰山之时，之后想要跟铁扇公主
接个扇子。那铁扇公主是谁？她是牛魔王的妻子。那牛魔王是谁？是孙悟空的拜把兄弟。那当孙悟空跟铁扇公主两个搏斗的时候，孙悟空变成一条长虫，钻进了铁扇公主肚子里面。那时候就突然就说了一句话：“嫂子，我已经进来了。”你还记得后面的故事吗？当孙悟空在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面胡搅蛮缠的时候，铁扇公主终于屈服了，把扇子给借出来。那时候孙悟空就直接说了一句：“嫂子，把嘴张开，俺老孙要出来了。”这时候在门外牛魔王听到他俩对话之后，立马这两兄弟分道扬镳。行吧，算你过了。你知道贝尔实验室吗？世界上最有知名度的实验室之一。怎么了？不错，现在实验室旗下30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发生了分歧，刚好有一部分工程师即将到期了。接下来的事，你说呢？他们的分歧原因是什么？具体我也不知道，但貌似好像跟酬劳、跟资金有关系，这可是你的长处。谢了，这个情报很重要。若是能成，我欠你一个大人情。这个人情，我现在就想让你还，怎么办？你想要什么？我需要什么？你不知道吗？我要做你的女人。我的女人，不好当。我会很努力的。不好意思，我女儿在家，等我回去吃饭。好吧，女儿奴。好久不见。我得到了消息，是啊，这次好像来了很多人，有许多大人物，但我能不能把这国宝拿回来，给国人争口气？哎，林先生，您也来了，您能来，对我们来说真是有底气了呀。这次我们国人来的更多，大家都在努力。好，欢迎各位来宾，本场拍卖会正式开始。小杰，你要结婚了，爸送给你的新婚礼物，房子那边的艺术装饰也需要，有你喜欢的就拍下，就当爸送你的贺礼。谢谢爸。接下来是一只青柏釉刻缠枝莲纹美瓶，起拍价80万、 100万、100万、 120万。这位先生120万、 150万，那里150万，还有没有更高价格？200万、 250万。这位先生出到250万，又加了50万。爸爸，是他。上次的私人飞机，据说他也想抢来着，但是先被我们拿下了。他正在跟我们斗气呢，要不然还是算了吧。对啊，爸，算了吧，让给他。300万。300万。320万。直接喊500万。会不会太冲动了？开始就抬那么高。500万。天哪，这件藏品的价格顶破天，也就100-200万，这500万的价格也算是天价了。500万一次，500万2次，500万3次，成交！恭喜这位女士。气死我了！这家伙害我们多花了200多万。没事儿，这事儿。小杰，该你亮相了。1200万，1500万美金，2000万。想让我丢面子，我还真就跟你干上。到时候你们再减价，我就不跟。2300万，2300万一次，2300万2次，2300万3次，成交。恐怕这笔钱不给不行了。走开！他就是林渊，据说是我们这次最强劲的竞争对手。这是一顶来自古老东方古国的皇后凤冠，九龙九凤冠。各位女士先生们，九龙九凤冠拍卖正式开始。1500万。这些傲慢的洋人，以为请几个华夏人就能让我们放松警惕。2亿4千万。2亿4千万美金。这追求星条国绿卡的汉奸，把钱当纸花了吗？2亿5千万美金。2亿5千万美金，还有吗？这个，等拿到这九龙九凤冠，说不定
还能归根到我们国家的历史。3亿美金！3亿！这位小姐出了3亿，还有没有更高的？爸爸，你听到没？那个偷国人现在还想偷我们的文化。没事，我已经调动了资金，今天一件国宝都不会留。都抬到3亿了，现在继续加价未必拿下，更何况后面还有2件呢。3亿美金1次，3亿美金2次。点天灯！恭喜这位先生获得这件藏品，成交。什么？太好了，是不可能！太好了，终于回家了！太好了！这可是几十亿美金呢！钱是小事儿，主要是因为以前在那做生意，还有一些剩余的流动资金。土豪爸爸太棒了，欢迎国宝回家。爸，你彻底火了！现在3批文物都在打包回国的路上了，咱们这一趟真是意义非凡。爸，现在有些网友也太过分了，凭什么道德绑架？这好歹都是你真金白银买回来的，那怎么处置关他们什么事儿啊？这可是咱们花了几十亿美金才得到的宝物，不会真让咱全捐出去吧？想什么呢？又不是封建时期，就把最有名的4洋方尊给捐出去，剩余2尊国宝就留在我们将来要设立的私人博物馆里面，免费展出。林先生，您的信。这是那位老先生给我的亲笔信。爸，这是谁写的？你们看。那位，这上面还提到要将你评为国家勋章获奖者的候选名单呢。爸，今天早上我看福布斯排行榜更新了，你有1000亿美金身家。爸，那你现在华夏首富的身份都确定了，那我身边朋友不都知道了？日后找我借钱怎么办？都是成年人，有什么好怕？朋友有难，理所当然要帮忙了。但记住我一句话，千万别当冤大头。那我可要守住我的小金库呀！加一。对了，小杰，你跟燕归的婚事也要提上日程了，记得赶紧把证给领了。婚宴的事情你要抓紧时间办。好。爸，环球国际中心66楼可不便宜，况且你还把工作室装成了我喜欢的样子。爸，真是太感谢你了，我爱你。我女儿想要做什么事，我都全力支持，放手去做 ，fighting！杨可儿师姐可是我以前的偶像，读大4的时候就拿到了贴普尼亚州区唯一一个设计师的入职名额，后来还选择自己创业，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喂，好你个小雅，竟然1年多都没联系我，真是对不起啊，师姐，我之前确实是太忙了。怎么了，小雅？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想向你取取经。我听说师姐开了一家自己的珠宝工作室，现在肯定蒸蒸日上吧？小雅，让你失望了，我这工作室快经营不下去了。为什么？小雅，这行水太深了，别说国外，现在国内各大珠宝设计公司都是资本运作的，我们这种小工作室斗不过的。他们怎么能这样？师姐，我可以收购你的工作室吗？这就是杨姐的审美吧，真有气质。你们说杨姐的师妹会接手咱们工作室吗？不好说，五福珠宝是龙头老大，聪明人不会为了我们去得罪他。小雅，师姐，我不能卖给你，他们仗着自己背后有资本，又是偷人设计，又是欺负人的，你根本斗不过他们。好像陆姐说过，老爹名下养着一批精英律师团队呢。师姐，咱们可以和他再谈一下。杨小姐，
把这个合同签了，我们公司可以考虑不告你。否则的话，一旦走法律程序，你必败，甚至很有可能背上5000万以上的债务。袁姐，你别太过分，那本来就是我的设计，你凭什么抢走了它，还要起诉我？那就走法律程序好了。你也是圈内人，知道我们的能力，更何况现在也没有几个人敢接手你的董事。这位女士，我们没有和谈的余地了吗？小妹妹，你谁啊？你知不知道我站在这里跟你们谈事情，分分钟损失多少钱？杨可儿，我最后再通知你，请你把传爱这件珠宝款式的设计专利交出来。同时，你们工作室在1月份和我们公司签订合同后所设计的每一件珠宝产品，都隶属于本公司所有，因此我有权将贵方工作室现余的所有设计产品带走。去把笔记本里的设计拷贝一下，还有纸质版也得带走。不能给。哼，拿来吧，走开！放手！放手！放过来！放开！小雅，我不是故意的。杨可儿，你竟然敢动手打伤人，你完了！去通知执法队。没事，师姐。爸爸，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把伤员带到医院，带走。把监控视频处理了，否则你以前做过的那些事。杨可儿啊，杨可儿，我看这次还有谁能救你？陈律师，我刚才已经和我的同事，也就是小王的家属取得了联系，对方授权我全权追究伤人者的责任。我呢，也不是不愿意接受调解的。明明是你们先动的手。是啊，我们办公室是有监控的，只要调取监控就可以知道了。你没事吧？爸，你一定要救救我师姐，我们是被冤枉的。你放心，不会有事的。欺负我女儿还找帮手，很好。就算你认识什么大人，但现在是法治社会，打伤了人，自然要付出代价。我劝你管好你的嘴巴，否则我会让你后悔。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五福珠宝的董事是我公公，继承人是我老公，惹到了我，算你踢到铁板。刚刚去现场看了，并没有找到今天的监控画面。不可能！我们办公室的监控明明是24小时保存的，怎么会？刘毅没来，肯定是他。既然这样，希望执法队能够秉公处理，给伤者一个满意的结果。没有证据，就凭一张嘴，他们想怎么诬陷就怎么诬陷啊！我承认，人的确是我打伤的，整件事情和其他人无关。你们查清楚了，赶紧放人。师姐，胡说什么呢？杨小姐，就凭你刚刚说的这句话，你今天绝对不会有事的。林先生，我来了。爸，你怎么来了？林先生也是你能得罪得起的，快给林先生赔罪！爸，这怎么可能啊？废话，还不赶快道歉！李渊先生，我们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圆满的答复的。华夏首富，我相信我女儿跟她的朋友都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所以这件事情请务必调查清楚，还他们一个公道。林先生，请给我1分钟的时间，你给我过来！我辛辛苦苦创办的公司，
一句话，我们都要完蛋。我知道都是你做的，你把所有责任全部自己担了，要不然就给我滚出陈家！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小雅，天哪，我到现在都感觉还是在做梦一样。没想到你竟然是首富的女儿，以后世界就靠你了。还是我比较幸运，一下子就遇到你们这么厉害的工作室进入我的团队。今后的日子，我们一起加油。还好我赶上了，满世界跑的慈善家，就为了弟弟和弟妹的婚礼，居然回家了，真是感天动地。那肯定的嘛。谢谢姐。恭喜恭喜呀！哎呀，这两个小年轻啊，终于走到一起了，真是不容易，郎才女貌的哟。哎，小杰，这是万达的王叔叔。叔叔好。祝你们新婚幸福啊！男帅女靓，天造地设的一对。婚礼快开始了，快去忙吧。好。我想参观你这豪华布置，回去给我儿子也来一场。好。林总，聊什么这么开心啊？今天我儿子大婚，我就是坐这什么都不做，都很开心。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我们俩的婚礼，你想到晚上可是会更开心呢。我有说过要跟你结婚吗？这男人怎么那么这么多烂头啊！这么好的日子，你们两个可不能打起来啊！婚礼快开始了。今天是辛小杰先生和赵燕归女士在此举办神圣的婚礼，请各位见证。好。辛小杰先生，请问你愿意娶赵燕归女士为妻吗？愿意。赵燕归女士，你愿意嫁给辛小杰先生为妻吗？我愿意。好，恭喜恭喜呀！家的还真是幸福。